每一個王朝都唔係單靠一個制度而可以長治久安，而作為有達達連國作嘅周朝，更加唔係單靠一個封建制度去維持。嚟緊呢3期，我會講解下佢嘅輔助制度、宗法制度、禮樂制度、井田制度。呢期先同大家講下宗法制度。宗法即為親屬關係。周朝分封天下，以血緣關係作為樞紐，讓家族延續有規矩，亦都讓天下統治有根基。呢個亦都係周朝能成為長壽王朝嘅關鍵所在。喺宗法制度入邊，分咗大宗同埋小宗。天子係天下嘅大宗，諸侯相對於天子係小宗，但喺自己嘅封國入邊，諸侯又係大宗。卿大夫、士，以此類推，層層遞屬，形成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、士嘅階級鏈條。另外喺繼承問題上，其核心係嫡長子繼承制，即係正妻生嘅長子，其他子弟只能分到封地或者爵位，咁樣就避免咗兄弟爭權嘅內亂。